林一个乡亲林小河收养700多只流浪狗，伫口湖卖了轮陪有3场的狗仔园。不过流浪狗的数量愈来愈多，伊要甲全部的狗仔刷到高溪，但是经费无够，伊真烦恼。 这个狗啊，全部客伫咧真下所在活动，负责人林晓河看甲真唔甘，嘛真无奈。饲狗的拢唔厌，拢无爱结扎，啊然后就一直生，生就蛋。我妈一个月安尼收，上只拢超过30只。长期饲野狗的林晓河伫咧口湖、卖寮、含轮背这3个所在，拢总饲700多只野狗。伊是要甲全部狗仔迁徙到高溪一位真畅快所在，互狗仔会当有更加好的生活环境。不过钱无够，会拖欠茉莉烧。阮即摆目前伫高溪迄边有找着一位环境袂歹，你知无？遐所在佫宽，会当互狗仔自由安尼走，但是目前就是欠经费。饲狗仔虽梦辛苦，不过为着这野狗，林晓慧继续打拼，嘛希望大家发挥爱心。若是有乡亲愿意斗相共，会当向林晓慧联络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